地被話，如情懷漸冷，未算孤苦也伶仃。明知愛這種男孩子，也許只能如此，但我會成為你最牽掛的一個女子。朝朝暮暮讓你猜想如何馴服我，若果親手抱住，或者不必如此。許多旁人笑我不太明了男孩子，不受命令就是一種最壞名字，笑我這個毫無辦法管束的野孩子，而沒有幸福都不介意。讓我依然堅持忠誠，難道理由適合安定？真可惜，完全問我的，還未能自己就自夢中甦醒。離場是否有點失敬，還是感動了？